下头继续来看正大的消息。郭台铭无要选总统，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松一口气，讲乌云散开，阳光普照。甲问讲是毋是会来取消掉郭台铭的党籍？吴敦义回讲，郭台铭拢宣布不爱选咯，搁甲开除党籍，都毋是精神有问题讲。这吴敦义嘛希望王金平会当有一个智慧的选择。我觉得乌云散掉以后，希望能够阳光普照。吴敦义头壳顶乌云，就是最近1个月以来，一直传出要参选的红海董事长郭台铭，即马总算松一口气。有轻松一点吗？哇，对啊，朝着祥和、团结的目标在走。还会开闸他吗？不会啦，伊的宣布无要选啊，我搁甲开闸，我都无咧精神问题个。吴敦义互人一直嘛无停，记者会上伊的心情是轻松的，只不过郭台铭无要选，伊的子弟兵也是准备征战立委选举，而且韩国2个人也是见袂着面。继续跟他来沟通，那适当的时间，我也希望能够去跟他请益。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下一步要怎行也唔知。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通通拨云见日啊！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。郭台铭这个大地石头搬走了后，就算外界点名，郭台铭无要选，对国民党才是危机。不过泛蓝分裂危机拢变转机啊，煞来困难。对吴敦义来讲，应该拢唔是难题。